歡迎返到 Eric Bakery， 我係 Eric， 一個生活喺加拿大嘅香港 baker。我會不定期咁為大家提供我 baking 嘅食譜同埋心得。如果你都有興趣享受 baking 嘅樂趣，咁就要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今次為大家帶嚟嘅係忌廉芝士瑞士卷，呢款近年係香港大熱嘅甜品，相信大家未食過都聽過啦。依家唔使揾代購或者自己去排隊，都可以喺屋企好 easy 咁做到咁經濟又好食嘅甜品啦。我今次呢個食譜係用30×45cm 嘅蛋糕盤，而可以做出6/3寸長嘅瑞士卷噶啦，足夠3家人享用。首先我哋要裁好底盤牛油紙，將佢夾好喺蛋糕盤上面。之後準備一張50×50cm 嘅牛油紙，係用嚟最後捲蛋糕嗰陣時用嘅。由於家庭用牛油紙唔夠大，我哋可以將2張拼成1張。之後我會準備80g 嘅忌廉芝士、30g 牛油同埋120g 全脂奶，將佢哋隔暖水再溶成糊狀。我哋可以用發蛋器幫手打拌。跟住我哋可以着手準備剩低落嚟嘅材料啦。首先要8隻特大 size 嘅雞蛋，將7隻蛋白分出嚟用嚟打蛋白泡。另外將第8隻全蛋放入嗰7隻蛋黃中。之後我哋要量110g 砂糖、80g 低筋麵粉，低筋粉記得過篩。仲有嘅就係將會加入蛋白嘅粟粉10g 同埋塔塔粉6g。量好晒之後，我哋將嗰7隻蛋黃同埋嗰1隻全蛋以及低筋麵粉加入先前助暖咗嘅牛奶芝士漿裏面，跟住預熱焗爐，低火320度華氏。由於剛才我哋係爐上助暖芝士牛奶，加上依家預熱焗爐當中，所以我哋將麵漿攞過嚟攪拌，可以令麵漿保持於80度華氏，從而令牛油保持於液態，唔會搞到最後步驟令蛋白燒泡，直到麵漿冇晒顆粒同埋油順，之後再過篩，確保完全清澈。下個步驟係進行打蛋白泡。首先，我哋將塔塔粉加入蛋白液，之後開高速大約3至4秒，打至有少少大泡泡出現。之後停機，加入1半砂糖，再開中速計時8分鐘。過咗2分鐘之後，加入粟粉同埋先前剩低過1半砂糖，再開中速，直到頭尾總共8分鐘完成。你會見到完成後蛋白泡係呈現半液態，仍然可以流動。當你將蛋白泡倒入麵漿嘅時候，你會見到蛋白泡係半流質狀態，佢可以好輕易就灌入麵漿。之後我哋好輕手咁用發蛋器將麵漿混合到80%，跟住再用大刮刀用切半手法將麵漿混合。重要嘅嘢要講3次，記得要輕手啲同埋唔好太耐，如果唔係會燒泡㗎。最後我哋將混合好嘅麵漿倒入去蛋糕盤度，一樣麵漿係流質嘅狀態，好輕易就倒晒入去。跟住將蛋糕盤分別向4圍傾斜一下，俾啲麵漿平均咁流向4邊。入爐前最後一步，將蛋糕盤東台面揼幾下，俾啲大泡泡掟出嚟，跟住就可以入爐㗎啦。我哋用華氏320度下火，唔開風，焗18分半鐘。開頭你會見到會冇乜動靜，但係到咗16-17分鐘嘅時候，表面會開始升起。如果你見到佢升得太勁，你可以開少少門疏下氣。當夠鐘嘅時候，我哋打開焗爐，睇下爐內溫度係唔係320度。如果太過高，俾佢降溫一陣，令佢到達320度。跟住我哋開上火，用細火力焗多2分45秒，做翻啲顏色。夠鐘後熄火。係啊，仲未得㗎，要俾佢響裏面放多30秒，之後就可以出爐㗎啦。我哋將出爐後嘅蛋糕喺台上面等幾下，俾啲熱氣散出嚟，咁樣做可以減低佢嘅回縮情況。之後我哋將蛋糕放喺網架上面攤涼25分鐘。記得要喺蛋糕上面鋪上我哋先前準備嗰張大牛油紙。如果唔係，蛋糕嘅表面會太乾，最後捲嘅時候蛋糕會裂㗎。我哋依家可以趁蛋糕攤涼嘅時候準備中間嗰啲 cream。材料好簡單，3樣嘢：忌廉芝士132g、鮮奶油330g 同埋砂糖44g。用廚師機打到成固態就 OK 㗎啦。如果想口感實在啲，可以打得厚實一啲。當蛋糕攤涼之後，我哋用另一塊網架幫手將佢反轉，之後將底紙搣出嚟，跟住用刀係最前面邊位斜切成45度角，係俾佢捲至最尾時黏合用嘅。
記得牛油紙前方留多少少空間。打後，我哋就可以將啲 cream 鋪上蛋糕上面，近我哋前方離邊位約5cm位置鋪厚一啲，其他位置薄薄一層就可以㗎啦。終於嚟到最後一步啦，就係捲蛋糕啦。我哋會用一條約50cm 長嘅木棍借力，等捲起蛋糕上嚟時候啲力平均一啲。當你用右手捲上前嘅時候，左手就係前面反方向頂實，等佢唔好走位。之後，我哋將近我哋嗰邊嘅牛油紙反方向捲上木棍，跟手就繼續向前拉。等佢捲成筒狀之後，我哋就用木棍貼住蛋糕同埋台面中間嘅罅位推實一啲，跟住用長鐵尺再將牛油紙再攝入多一啲，最後我哋就可以用膠紙黐上去固定㗎喇。我哋將捲好嘅蛋糕放入雪櫃冷藏約2個鐘，等佢定型。最後，我想分享幾個實用錦囊。由於我今次呢個蛋糕係用牛油，所以要保持面漿介於50至60度，因為喺室溫嘅牛油係會變成固態，咁樣係會令蛋白燒泡，蛋糕會唔夠鬆軟。如果你將牛油改為菜油，咁你就唔使 keep 住個溫度啦。我為咗想蛋糕更綿密同埋更鬆軟，所以用咗戚風蛋糕嘅做法，用中速打蛋白至5分，仍然係半流質就收機，因為如果蛋白太硬，蛋糕會升得太高，咁就好易係捲嘅時候裂開㗎啦。另外，有一個困擾咗好多人嘅迷思，就係點解有時表面會甩皮，有時會裂開嘅呢？甩皮係表示蛋糕表面太濕，解決方法係熄火之後將佢放喺爐多30秒先攞出嚟。而表面裂開就係蛋糕太乾，可以試下將焗嘅時間減少3至4分鐘就 OK 㗎啦。因為每個屋企嘅焗爐個功率同埋性能都唔同，所以如果焗得效果唔好，可以下次修正一下時間就 OK 㗎啦。最後，如果你有咩問題，不妨係留言同我講，等我可以盡快覆你。希望你都可以同屋企人同埋朋友分享呢個蛋糕啦。